喺未分享之前，希望你俾一個 like 我，等我都知道你曾經喺呢個頻道出現。感恩你嘅收聽，令我有更大嘅力量，繼續用我有限嘅時間作出分享。今日我要分享個故事，溫柔配強悍的你，生命更精彩。乜嘢類型嘅女性先至係最吸引？現代人嘅眼光同古時嘅睇法，喺審美同埋對女性主義嘅評價都有好大嘅分別。大多數人嘅眼中形容為壞女人嘅定義就係個性突出、敢愛敢恨嘅混合體。佢哋往往向往自由嘅婚姻同埋性愛上嘅滿足。喺未婚之前同居其實都冇關係，不折不扣。佢哋主張個性同埋經濟獨立，就算每日帶住好攰嘅身體返屋企都好，喜歡我行我素，亦都唔會覺得委屈。佢哋更享受購物，係為咗取悅自己嘅心。佢哋唔識得抑壓嘅道理係乜嘢嚟嘅，亦都唔理解咩叫做恐懼，天生就敢於追求夢想，敢做敢當。壞女人往往尊重自己嘅價值，喺佢哋嘅字典入邊，壞只係代表性感、熱情嘅意思，係敢說敢愛，敢於追求係另一種講法。所以佢哋一睇到壞字，其實係一種美態。對於佢哋一種表揚，壞嘅女人就等於好嘅女人。而喺中國嘅傳統道德觀入邊，對好女人嘅解釋就並非如此。眼中好女人係溫柔賢淑，係懂得自我犧牲成全別人，亦都可以做到勤儉持家、大愛精神。好嘅女人為咗家庭、丈夫同埋仔女，可以不惜一切犧牲自己，令屋企人幸福。但係如果經常抑壓自己去滿足人哋，犧牲晒所有嘅嘢去成全他人，每日過住乏味嘅生活，心中入邊永遠只有人哋而迷失咗自己。即使家庭無憂快樂，老公嘅事業美好穩定，孩子嘅成績嗜好優秀，成日圍住人哋轉而忽略咗自己。雖然係好偉大，但係我哋都係一個凡人，並唔可以講永遠為咗人哋犧牲而忘記自己嘅感受。要做好女人，要讓人快樂，同時自己都要快樂。女人嘅生活就好似萬花筒一樣，只要微微轉一轉，入邊睇到嘅嘢就會有唔同嘅效果。現今嘅女性能夠出得廳堂，入得廚房，喺屋企亦都係賢妻良母，喺職場上轉身就變為一個鐵腕娘子，由心中自然地游走到婚姻、生活同埋事業之間。現今嘅女性擁有18般武藝，先至能夠人生精彩。但係點樣先至可以修煉成為又溫柔又強悍嘅現代女性？一、珍惜同埋懂得愛自己。現代女性一定要懂得珍愛自己，要注重自己身心健康。如果你連自己都唔愛，仲點可以奢望人哋去愛你？保持獨立。現代嘅女性千祈唔好將自己嘅人生放喺男人身上。當發生事嘅時候，佢比你跑得仲快，唔可以俾男人主宰自己嘅命運。女人唔係男人私有嘅財產，唔理你係做乜嘢工作，都要按照自己嘅意願安排生活，而唔係只依靠男人去維持。安排自己嘅生活時間。現代女性時間分配安排得妥妥當當。如果男人想隨心所欲安排我哋嘅時間，更應該表現出你嘅自主權。如果我哋一直咁樣配合佢哋嘅差遣，長遠落去佢哋就唔會理我哋嘅感受。所以自己嘅時間係自己定。擁有幽默感。擁有幽默感嘅女性先至令人哋感到開心。幽默感係需要思考先至可以表現到出嚟，同埋有內涵。只要幽默感唔會造成人哋嘅傷害，好多人就會對你嘅幽默感感到快樂。
重視男人，重視唔代表縱容，亦都唔係只係重視專注男人。當男人可能覺得自己重要呢一樣嘢，我哋嘅重心就要必須轉移，咁樣佢哋先會產生一個危機感，先至會在乎你嘅感受。希望今日嘅分享令到我哋每一位女性理解做到平衡自己嘅內心，做一個軟硬兼施、溫柔並重、強悍帶點溫柔嘅美麗女性，令到家庭事業兩者平衡，付出愛同時得到愛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如果你都喜歡呢一個短片，記得訂閱中女社呢個頻道，俾呢條短片一個 like。最重要，分享俾你身邊女性朋友，能夠喺大氣電波上邊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勵，營造最好嘅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將你嘅真實故事分享俾大家，歡迎可以喺下邊留言俾我。中女社嘅朋友們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